Hello，大家好。市场呢无时无刻的不在发生着变化呀。2023年的投资环境呢依然充满着各种的变数。那么在经历了一年的恐慌之后呢2023年到底是熊市结束了，还是牛市的筑底呢？还是像往常一样先赞后看，财运不断，关注收藏呢回家不迷路。好了，我们接着往下聊。其实呢，熊市也没有结束，牛市呢也没有开始，一切只是正常的反弹现象啊。如果非要说牛市呢，或许可以关注一下今年的 A 股市场，或许呢会有不错的一个效应。但是呢，绝对的要优中选优，慎之又慎就是我们上一期讲到了，2023年是全球经济进行大洗牌的一年，是一个充满了未知风险的一年。一边是美联储的货币紧缩的一个收缩政策，那一边是通胀的持续上涨，全球货币的持续增发。以应对了这种未知风险的出现整个的资本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暗流涌动呀。而整个华尔街呢，也对近期呢也出现了一个对未来全球经济呢也表现出了一个少有的一个悲观情绪啊。然而呢，每一次危机背后呢，总会出现一次长达20年的新的趋势，而这个新的趋势呢，有可能来自于Web3，也有可能来自于中国的数字化改革的浪潮当中。那尽管危机中蕴藏着无限的生机，但是呢，我们也先度过危机了，才能有更好的寻求机会的这种方式。那根据中华五千年的周易文化的推演呢，2023年正处于一个中原的一个末期，2024年呢将会迎来九子离火大运呢即将开启。那也就是呢，2023年是一个青红交接之年了，似微且深。那么作为投资者应该如何合理的规划自己的投资策略呢？那以下是个人对2023年的投资做出了几点建议，仅供参考啊。首先第一点呢，不管你是青年投资者呢，还是幼年投资者，2023年呢需要有足够的这个储备资金，至少需要保持60%左右的现金吧，我认为以备不时之需呀。那40%可以作为一个投资，那选择自己认为有价值的投资标的物进行合理的一个投资。那作为普通投资者呢，可以采取定投的方式呢，去进行一个投资，那以此呢可以降低风险。那当然呢，在这个里面呢，你要做投资的话呢，我认为你需要去做有价值的投资，而不是盲投盲投的话，可能这个风险就比较高了。那至于怎么投呢？那可以进入我们的交流群我们不定期的会在交流群进行分享。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在投资资金分配方面呢，30%可用于这个高回报率有风险的投资标的上比如加密货币至于投资哪种标的呢，可以自行选择资本雄厚的呢可以以比特币或以太坊呢作为一个自己的投资参考的标的物因为你的资金比较雄厚嘛，那肯定是需要选择这些波动性不是很大涨幅呢可能相比其他的其他的这个标的物呢可能会小一点点但是它比较稳那共识也是比较大的那剩下的40%投资于股市那选择好自己中意的价值标的公司，比如区块链、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基因等等等等的科技股作为一个自己投资一个标的因为这些呢都是未来的一个发展大方向和大的趋势选择这些肯定是没错的。如果你选择投资房地产这些传统的固定资产类的股票，可能懂的都懂那30%作为这个基金的灵活理财那为什么灵活理财呢？它不是灵活理财了，因为这个资金你要随时调动的。那如果说遇到了大跌行情呢，你可以再次用这些资金再次去买入拉低你的均价。那用这种方式可以作为一个价值投资作为一个长期的价值投资一旦行情的这个涨起来之后呢，你可能会获得不错的收益那么第三点就是投资大佬在这个不确定的一年里呢如果没有发现好的投资标的物，那我建议呢还是静下心来学习减少投资呢可能比盲投呢可能会更好而且学习的话呢可能会让你赚到更多的钱所以说呢学习我认为是一本万利的，它不会，虽然说你可能要为学习支付费用，但是呢我认为好的学习呢可能会让你
赚钱。当然，你如果说呢你不学习，那你就为市场向市场交学费，那你这个学费可能交的比这个交的就比较多了，可能少则几十万，多则几千万甚至上亿的都有可能啊。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吧。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可以持续关注我们不定期的分享。好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